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係洗手間，佢係明廁，但有浴缸，浸浴就非常舒服啦。另一邊係儲物室，有人要嚟做工人房嘅。廚房係梗廚，有爐頭、雪櫃、抽油煙機。飯廳嘅位置擺到4至6人飯台。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放梳化啦。前面就有個露台，對住係開陽翠綠嘅獅子山。呢度有個工作平台，可以做啲曬網嘅工作。係一個房間，放完床之外，仲有好多位置放衣櫃。對住係附近嘅樂園同埋遠處嘅山景。第二個房間同第一個房間面積相若，佢有角窗，非常光猛。對住亦係開陽翠綠嘅獅子山。主人套廁係明廁，但有浴缸，浸浴就非常舒服啦。主人套房相當闊大，放完床之外，仲有好多位置放衣櫃。你可以利用個窗台，對住亦係開陽翠綠嘅獅子山。